林判院繼續來審查第7屆的監察委員的遴選，其中一個被提名人泰雅族的學者伊凡諾干，伊是因為有這民進黨籍，過去也捌支持這大罷免，所以互立委來關注伊的立場，敢通獨立來行使職權的。也那另外一個被提名人林佳歡，伊是捌做過這促轉會委員，也互人問到伊對刷走威權形象的立場。林判院繼續審查第7屆監察委員的人選，獲提名人之一泰雅族的人類學學者伊凡諾干有民進黨籍，過去嘛捌支持大罷免，所以互立委質疑講，伊敢會當超過黨派獨立行使職權，還閣有伊安怎看待行政院長杜英泰唔附屬立法院三讀法案的做法。行政院現在不附屬，您覺得合法嗎？經過等於說復議。貴大院還是那就必須要。請問你是不敢回答，還是您進去之後您會秉公處理呢？立院的這個調查權主要是要履行立法或者說預算審議跟政治監督所必要的這個資訊的取得權。可是監察院的調查權目的呢，主要是要追究違法失職。促進制度改善跟保障人民的權益。對各界廢除監察院的主張，伊凡諾干就指出，應該經過修憲謹慎來討論。因為立法院甲監察院的調查權功能是互相補欠的，袂當互相取代。另外一個監委獲提名人，捌做過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林佳歡，是互立委問講，甲威權上燈刷掉的立場。你現在還認為中正紀念堂不應該存在，然後我們所有鈔票硬幣上的蔣中正先生的肖像都應該去除嗎？不是說一定要去除哈，而重點是在於透過這個威權象徵，可以讓大家對民主的政治民主價值可以更加的確認跟認識，可以加以處置。法律的規定很籠統啊哈，就是違法失職哈就可以啟動監察權了哈。我們希望這個監察院在執行這個相關的職權上面，能夠有人權這樣的一個角度。因為監察院目前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林佳歡嘛甲監察院轉型做人權院的建議講出來，讓監察權會當落實促進人權。記者綜合報道。